由公共电视举办2年1摆的台湾国际儿童影展，实体影展就伫咧儿童节假期要举办。今年有37个国家，总共84件作品参与。今仔通对影片当中一摆各种议题，伫国际竞赛当中，一摆也设一项台湾奖，鼓励本土的创作家用在地眼光，透过影片的带囡仔来看万行台。我是自治市长候选人3号罗嘉儿。各校学生竞选校内小市长的过程有竞争、有合作，也爱做选择。选择的秘密这支纪录片，记录各小学生竞选小市长。观众通过程当中看到台湾自细汉就开始的民主教育。当伊关心青年参政的台湾青年民主协会表示，除了校内选举，即马学生民主参政的机会是愈来愈多。旧年有一个教育基本法的修法，就是在这上面去做努力，因为咱高中有学生自组织，咱国小甲国中还没有这样的设计，但是呢，我们在校务会议上面就给他去设计说，未来国小跟国中的学生可以去列席参加这些校务会议，这其实就是一种方式去旁听，然后去参与说，到底为什么就是大人们会有这样的思考？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民主的方式。互囡仔透过电影了解议题，选择的秘密只是其中一个例。专门为12岁以下儿童设计，由公共电视主办的台湾国际儿童影展，3月29到4月7实体影展，有来自37个国家84件作品，互囡仔透过影片入捌议题。有一个奖是台湾奖，扶持台湾的儿少影片的影音制作的产业，能够让更多的有品质的内容能够从台湾土生土长。实体影展的票为3月6中昼开始卖票，影展期间也有推出互囡仔试看卖家己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挑战，还有体验拍电影现场的各种工课。那民众无法度参与实体影展，4月15以后也有线顶影展，通伫网络平台看影片，拍破地理的限制。记者阮曾俊由台北报道。